台湾人爱去日本观光，毋过日本人来咱台湾的人数伫去年敢若94万人次。台铁即摆就拍算要引进有眠床的列车，要来乘观光客。另外，咱的观光署是拍算要补贴日本人办护照，互因办护照来台湾佚佗，按算第2季要开始推动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日本的观光列车毋但是交通工具，嘛是一个景点。台铁17和日本四国铁道旅客公司举办台铁列车的设计师对谈，促进台铁交流。疫情了后，旅游恢复。日本是台湾民众出国第1名，平均每3个人就有1个人去日本旅游，嘛造成台铁观光倒差300万人次。要安怎乘外国旅客来台湾？台铁提出办法，想要引进困坡列车。台铁明日的设计师真支持，要火车变做移动式的旅馆。我觉得台湾其实可以慢慢的享受，然后可以停在一些已经遗忘掉的月台，停在那边出去看月光。这整个台湾的风景跟风啊，跟海的味道，其实是可以透过像移动式的旅馆，然后去重新看台湾的，欣赏另外一种可能性。区北文讲，困坡列车会当予旅客拜访台铁的站点，比如讲去台东看日出，深度探索台湾。旅行社嘛有认同。不过，外国旅客认为台湾的消费权特色无遐捌，爱先解决。费用偏高，第二个我们的品质没有跟上，所以变成说在彼此之间的落差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国人会选择说，那我宁可出国而不在国内消费？原因也在这里。日本来台旅客去年剩94万人次，无到疫情进前的5成。观光署今年定出200万日本客的目标，公布护照补贴。由于日本人持有护照的比例偏低，观光署将给予护照补贴。对于日本人新办护照来台湾旅游，将渴望获得5000元日币的补贴。观光署讲，新办护照的日本客，若准头一张机票买台湾的航空公司，包括台湾虎航、中央、华航、商务来台旅游，会补贴5000块日票。优惠活动有计第2季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